早晨啊，朋友。今日嚟拍一場太極運動拳技分享活動。他拉我就拍，我也不敢说不拍啊。天氣真係唔錯。一代宗師。一代宗師記徒弟。嚟到啊！我看一下 ，OK。活動完咗，仲要幫宗師拍花絮。收工都天黑啦。今日就睇到依度先啦，拜鳩拜。